老屋发发在台湾推行许久的许多老屋旅游的新生命。不过，除了我们顶上看到用商业的方式来经营的以外，还有别的做法么？台东关山有一栋老屋，木石港重新整理修缮过后，用车站的概念，可以一间短期的中国热天书店，变做关山市民的暑假又好看书的位所。木石港老屋的第三台李展门。这是睇老屋嘅体验，办了2场热天暗部嘅音乐会，实现以想去做摇滚乐手嘅梦想。睇下歌唱当中，唔但唱李凤爷在个屯头摆嘅老屋嘅安多会也请到进来，两千嘅关山小镇也各个有发力的。为临暗的老屋演艺项无限凄惨，有人调天赋，有人调整音响，爱准备来拍老屋热天暗部时条音乐会。麦克风试音。团舞的天赋点错的观众流行落来。弹弹吉他，一条弹一条来团热天暗部时条音乐会做开场，自家弹自家唱的是李展门，也当关山老屋是亚公司的传导件，今日还拄好是夜生日。感觉很爽，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想要成为一个摇滚歌手，但是碍于我的职业关系，我是职业军人，然后干了16年了。那基本上这个梦想，这是我年轻的梦想，到现在还没有灭。那我希望在今天再利用这个机会，完成我这小小的梦想，成为一个 rock and roll 也从热天暗部时节的小型音乐会，屯平上是一单个点青的关山小镇，变革关闹热。大家对关山爱的那个表现方式不一样嘛，像今天用一个群聚的方式，然后用音乐做交流，这也是个对关山一种我们讲爱嘛。很享受，就是我是从都市来的，我是从新竹来的，然后是在新竹是完全没办法感受到这种特殊的那种。在乡下可以大家就是饭后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啊，听听歌，那种休闲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亚东老屋的竟然能溜溜的屯一站歌，屯一安多木石港。本但坦言上爱屯老屋的拆客，提高利维步。有一摆机会，李展门督导整体执行台东县政府关山文创记录计划的台泰商乡发展基金会规划设计师李延义，两个人对好好利用老屋的有同样的理念，讲起来就该丢答。李展门讲到伊爸爸同意屯老屋的留下来，还拿来做关山镇行的半开放空间，而木石港行业新的阶段。因为这是我们李家从小到大共同的回忆，也是我们对老人家还有我们聚会的一个主要场所。如果打掉的话，回忆都没了。那很说，或许可以保留下来，然后让它有一个可以活化、可以运用的空间。因为是很流行老屋再去运用的一些活动跟艺文。其实很多关山的中壮辈或者是更年长的长辈们，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老空间消失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可能就是很单纯的觉得，我盖新楼房很好，新房子，然后给子孙回来住。可是他们
比较不会有机会去思考说，跟我的成长历程、人生这么久的一个老空间消失之后，其实我的内心同时也是有些冲击。牧师讲，喺暑假还有一个最浪漫的义文天赋，也就是拿来本中国一天书店做短期书店的空间。成人呢对暑假回乡拿出自家上爱看的书，坐下来天天嚟读，也係一定用暑假看书一定赞美素材。其实，在关山书很少，那你只有图书馆，可是图书馆的书又不见得会是新书，或者是说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书，所以那时候才想说，好吧，那就用书来做一个媒介。但是最主要是我们希望透过书店这件事情，让关山人知道说，这边还是有一些活动在进行的。这个都是一个平台、一个媒介，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小镇其实可以很活泼，它可以很有生命力。慧文他跟我提的时候，我就说，我天哪，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一直在脑海里。那我就会挑选比较适合关山那边的书，比如说像地景还有一些，他那边小朋友好多，所以我们就是会挑一些孩子的书。因为真空无码嘅书店，证明王飞文提出总共一天书店嘅计划，等等得到台东市有名嘅艺术书店主任罗淑平嘅支持，提供书。总共一天书店，除了係看書嘅素材以外，順後還表論關山鎮有名嘅農特產品，也都出開係王飛文嘅小農朋友自家錄下出身呢。關山最多的就是米嘛，所以，但是其實除了米之外，還有蜂蜜啊，然後紫米酒啦，甚至是說像茶葉，關山也有種茶的。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它都應該被看到。本單無人客拿來表亞表記嘅老屋，團結了了嘅整理過後，路牆面紗本人亦開來用嘅，又在個本人看到佢老實舒舒為嘅用嘅，又在個9萬起利往年該度嘅回憶。这有很多人打牌啊、看电视啊、聊天玩耍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过年过节，不管是3节的时候，我们都在这边聚会。聊天打屁交流感情，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离家的一个重要场合。56年到现在都已经40-50年了，毕竟这住了蛮长一段时间，真的跟老房子真的很有感情啊。想起以前那个年轻的时候点点滴滴，真的是让我真的又回忆起以前的那种生活。真少啦，日本時都見咧阿娘少嚇，見咧真少啦，真好啊！利往年亞東老屋嘅已經有50年安久嘅，雖然也下唔拉黑細隻嘅，唔過利往年同老屋嘅嘢感情，其實路上係都市朋友嘅連登自我嘅感情。未來的話，我希望說它能夠延續，變成關山文化聚落一個點，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我希望說以後。我退伍之後，以後延續這個老屋的生命，然後不管是做任何活動，我就可以把這關山鎮的一些證明的感情聯絡的一些事情都更活絡起來。其實老屋它可以被怎麼利用？其實大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比較可能是創意商店，或者是咖啡店，或者是真的是一個小賣店。那它當然是一種取向。可是，在這樣子的一個鄉村地區，其實商業模式可能是一種方法，但是其實在地的社區有很多其他的需求。我們希望呢是透過這短期的一個實驗的開放的過程，去找出怎麼樣讓未來的新空間使用跟在地的一些需求，包括小孩子的閱讀需求，或者是老人家的打發時間的一個去處，或者是晚上泡茶聊天。其實在這邊是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可能性。那我們希望說，他都有機會在這邊做一點嘗試，然後看看怎麼樣是最好的一個再利用的方式。老屋嘅愛好好利用，佢做得用起來利用咯。
关山牧师讲，亚东老伯嘅唱戏声音模仿式，有音乐好听，有书好看，全国多人棒棒落来，向下会牵出老伯嘅合作的用嚟来发展到韩国公菜。